机师工会华航分会昨天8日宣布，自上午6时开始启动无限期罢工，受此冲击，不少航班异动，受影响人数高达上千人，部分旅客甚至滞留国外，引起不满声浪。经常评论时事的部落客广告小妹昨天提到，有人问她会不会因此转而支持长荣，她提出这一点要大家别失忆。广告小妹昨天在脸书上表示，有朋友私讯问她会不会因为华航这次的罢工态度转而支持长荣。对此她回应哈啰，我又没有失忆，擦屁股大叔事件历历在目。接着发生空服员被要求证明自己没有拍过不雅照。广告小妹认为，华航至少给了员工组工会的机会，长荣不止连工会都没有，甚至性别歧视，不录取空少。她态度坚决地表示，我没有一丁点理由改为支持长荣，华航再有不对，也比长荣强。长荣唯一吸引我的，只有乌嘴喵。